平安夜係鄭瑞文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係大致多雲，雖然個天氣清過琴日，但係普遍監測站嘅能見度仍然維持喺10公里以下。睇下衛星雲圖，一條廣闊嘅雲帶覆蓋華南，分析埋啲等壓線啦。等壓線最密嘅位置，即係啲冷空氣已經係向南移到落華中同埋華南，嗰度係有凍有大風㗎。預料呢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會喺聽日抵達華南沿岸地區，氣温會顯著下降。天文台錄得氣温介乎17.4至20.2度，相對濕度喺66%至84%之間，吹和緩嘅偏東風。而家19度，相對濕度76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咁陣間出去慶祝嘅朋友就要留意啦。今晚嘅氣温會徘徊喺18度左右，而天色方面呢會係多雲，初時嘅能見度較低，吹清勁東風。到咗聽日，日間北風增強同埋有幾陣雨，氣温會顯著降到係聽晚13度，而之後嗰2日都會凍啲㗎。咁最低呢只係得11度啫。環保署測空氣污染水平係中等至甚高，而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就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天氣。北京天晴，上海有雪，成都密雲，廈門有驟雨，廣州有雨。澳門有雨，台北同埋馬尼拉有驟雨，首爾多雲，東京天晴。胡志明市有薄霧，曼谷有霧，吉隆坡同新加坡雷暴，孟買天晴。雅加達明朗，悉尼、墨爾本同埋奧克蘭多雲，布里斯班有雨。洛杉磯天晴，三藩市同埋紐約多雲，溫哥華有雨，多倫多明朗。倫敦明朗，巴黎同法蘭克福有雪，阿姆斯特丹同埋蘇黎世有雨。天氣報告完啦，祝大家聖誕快樂！